1月14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妇女救援基金会除了呼吁日本政府爱甲伫台湾还阁在生的前日军慰安妇阿嬷回失的，嘛提醒台湾政府都要甲慰安妇这个名改做是军事性努力，而且甲这个事件纳入去咱台湾历史的教科书内底。迄阵啊叫天袂应，地袂应啊。牙痛好啦，目睭白阴哦，嘴洗洗啊，凊彩食就过来接起啊。这是20几年前公司所翕的纪录片《阿嬷的秘密》。迄当时13位前日军慰安妇阿嬷讲出家己的遭遇，让大家知影慰安妇的真相。20几年后，目前还阁在生的阿嬷，敢若剩一人。他目前身体状况是还好，那也打了第1剂的那个疫苗哈。那同时我们同事那时候担心说，因为他年纪大了哈，难免有一些慢性疾病，打之后会不会很多副作用？发现其实是还好的哈。伫1991年8月14，韩国的金学孙女士先带头公开伊的慰安妇受害者身份，这天嘛正做纪念日。长期社员前日军慰安妇的妇援会，今年嘛诉求政府应该甲慰安妇证明做军事性努力。事件嘛就收录伫教科书甲台湾史。而且建立国家级的性别人权馆，因为军事性奴隶的议题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而且是性别，我们应该要去努力去记忆的一个事情。将珍贵的资料做成教具，妇援会嘛表示，未来会甲慰安妇教具箱再入去学校。去年11月，阿嬷岛人权馆已经关门。这摆记者会办伫台北市的承德路3大一搭，嘛是未来阿嬷岛的新住址，预计到月底就会正式营运。记者陈阿文、曾派文台北报道。